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2月7日，哥林多后书5章21节安尼讲：上帝互无罪基督，为着咱的缘故，正做有罪，互咱通靠基督，甲上帝建立合宜的关系。三角来祈祷，互无罪基督，为着阮正做有罪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信实、公义、圣洁的全能上帝，你是满有恩典、慈悲、怜悯的疼痛天父。主啊，你用恩典慰留阮，你用信实庇佑阮，你用无尽的疼来疼阮。主啊，你的救恩何等的奇妙，你的慈爱永远伫地。主啊，我要日日来称颂你无煞。主啊，你的救恩超过阮的理解，你将无罪的耶稣基督赏赐阮，伊本是完全圣洁无瑕疵，却是为着阮来担当阮的罪。主啊，愿感谢你，因为你互无罪基督，为着阮的缘故，正做有罪，互阮通靠基督，甲你重新建立和好甲合宜的关系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